達爾文臨終信主之謎。嗱，達爾文係邊個咧？佢全名係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，嗱，英文名叫做 Charles Robert Darwin。佢係1809至1882嘅年嘅人嘅，即係大約中國嚟講係清朝嘅時間嚟嘅，亦都係大英帝國最輝煌嘅時間。咁咧，佢係英國博物學家、地質學家同埋生物學家。佢最出名咧就係研究進化論。嗱，呢個係達爾文啊。咁達爾文嘅屋企人係點咧？佢就唔遵從當時嘅英國教會嘅，即係聖公會啦 （Anglican Church） 啦。佢啲屋企人點咧？都係自由嘅思想家，但係佢咧細嗰陣時咧就好信聖經嘅嚇。佢諗住大個之後咧做牧師嘅，佢亦都去劍橋大學修讀神學嘅。但係最後佢係冇做到牧師，佢點咧？佢搭咗一架小獵犬號呢架英國嘅戰艦咧去世界唔同嘅地方。咁佢用咗5年嘅時間咧，就係研究佢所謂嘅進化論啦，即係睇下生物點樣演化啦。咁咧喺1851年咧，佢嘅女咧安妮逝世啦，即係好細個就死咗啦。咁呢個信仰咧越嚟越差啦，就傾向懷疑主義，並且佢就冇去禮拜日返教會啦。咁咧佢話咧，佢唔係無神論，即係佢話神可能係存在嘅，但係佢相信不可知論，即係譬如呢個世界點嚟㗎？呢個宇宙點創造㗎？佢係話係不可知嘅。咁咧有美國嘅報章咧有個作者咧就話呢個作者叫做Lady Hope 啊。佢話咧達爾文老嗰時咧就再信翻基督教，但係俾達爾文嘅子孫同埋歷史學家否認。佢個女點講咧？達爾文從未再信翻基督教。嗱，呢個咧就係達爾文搭呢個船就係去環遊世界嘅一部分地方啦，譬如英國出發，咁去到巴西，咁又去到南邊嘅地方，然之後再去呢個南非嘅孔磨國，然之後翻去英國嘅。佢用咗5年時間去研究進化論嘅。咁頭先講 Lady Hope 嗰個古仔咧，就叫霍普女士啦。咁佢就話佢見過達爾文，即係晚年嗰時啊。咁佢就話達爾文咧隻手咧就拎住本聖經咁啊讀緊。咁啊霍普女士就問：你而家讀緊乜嘢啊？佢話讀緊希伯來書，即係新約嘅一卷書啦。咁咧就跟住達爾文就跟住講：我嗰時就好後生，個思想仲未成型，即係未成熟啦。咁我就係有好多問題啦，好多建議啦，不斷對一切嘅事物咧感到好奇啦。但我吃驚嘅就係咧，呢啲思想好似野火般蔓延啦。人哋當佢係一種信仰啊，人哋當進化係一種信仰。咁咧就達爾文繼續講啦，我非常希望你咧能嚟我屋企講嘢嚇。我知道咧你曾經喺鄉村度講過聖經啦。咁聽日下晝你嚟唔嚟我屋企講嘢咧嚇？咁霍普女士問講咩咧？基督耶穌。嗱，呢度冇講到話達爾文係再信翻耶穌嚇。呢幅相就係 AI 造成嘅。霍普女士喺呢度啦，呢個達爾文喺度啦。咁達爾文嘅啲仔女點講咧？佢反駁翻，佢哋咧都否認呢個古仔係真嘅。達爾文嘅仔咧就話：霍普夫人嘅關於我父親宗教觀嘅描述係完全唔真實啊！呢啲係假嘅。
我已經講過佢咧，佢係講大話嘅。我父親係信不可知論嘅。咁達爾文嘅女點講咧？佢唔相信霍普夫人曾經見過佢爸爸，佢從未喺當時咧或者早期放棄任何科學嘅觀點。我認為佢講嘅古仔咧係美國捏造嘅，係假嘅。達爾文最後一位喺在世嘅個仔點講咧？佢話霍普夫人所講嘅嘢都係幻覺，係純屬虛構。嗱，維基百科評論點講咧？霍普講話曾經對佢個思想、自然嘅選擇理論咧有過再三考慮。雖然達爾文嘅家人否認，但霍普可能見過達爾文呢個人。不過佢同達爾文所講嗰啲嘢咧，喺呢個假想嘅，都未必係真嘅。會面中咧所講嘅話咧，準確性就很難相信啦。即係佢都懷疑霍普所講嘅嘢係咪真嘅咧？咁我哋係聽一首歌啦。